到啦，因為阿龜媽咧就係客家園啊，客家園嘅好。大家好啊，大家好啊，大家好啊！祝大家健康快樂國啊！語又得國啊，國語就真係都係延續呢個祝大家身體賣得平係啊，就慈悲啦嘛，係咪賣得咁平係咪真係好抵啊？又好嚟，半價，都係半價嚇，呢一 part 都係半價，半價，嚟波波球，好大嘅，好大啊，半價，半價，半價，然後呢個係即係平安無事牌啊，平安無事牌都係半價。龜媽依家好紅啊，好多人啊，因為話龜媽。台灣 K 姐甚至叫佢自己開個頻道，你自己開頻道冇人睇啊！沒有龜媽的東西那麼好，那麼性價比高。哇！呢個花瓶，花瓶啊，哇，好抵啊！半價才40多。對，哦，40多啊！對啊，真係抵到。古老的，真係抵，呢個好有味道。你攞啦呢個。好啦，我攞啦，真係要攞啊！你買係買唔到㗎。梗係呢個我私藏嘅。對呀，私藏。你放心，我阿龜媽買嗰啲全部係緬甸肉嘅嚇。緬甸肉，哇！呢個係好啊，白底青。白底青唔係白底青，係油冰青。油青，然後白肉。哇，好得意。牛奶白的啊。哦，那個哇，那個好，呢個好抵啊！嗱，呢個138半價，你睇呢個都好得意。係啊，哇，呢個都好啊，黃家綠。對啊，俾你。嚟。現場都買咗一個啦，現場買咗，好啦，呢個都攞埋啦，我攞埋呢個，係啊，都全部，呢個椰絲又攞埋啦。呢個128加呢個攞埋，我老實同大家講，呢啲喺大陸啊，300蚊一粒都買唔到，梗係攞唔到啦，呢粒攞埋，OK，呢個全部都係老馬佬嚟㗎，馬佬嚟㗎嚇。又我成日同佢買㗎，呢個你攞埋啦，呢個。呢個係黃培啊。好啦，攞埋，你唔好一味質我攞，我自己想攞先得㗎，你。唔係，我覺得係幾好啊嘛，你係嘛？佢有油咧，又唔係乾嗰隻係嘛？呢個係黃牡丹花啊。99，呢個都幾好啊，真係牡丹花啊，帶埋鏈啊，呢個都好啊。半價。我唔估算你啊，你覺得你自己想攞我有 feel 嚟就攞啦，有 feel 嚟。OK。有 feel 就攞。好靚啊！係啊。好靚啊！好靚。龜殼啊！99半價，好得意啊！呢個你係唔攞係嘛？都放埋啦，攞埋啦。那個半價，那個真的，這個也不錯。對。因為龜背我有好多，我有好多暫時。有2個。呢啲都幾好，呢個40幾蚊去邊度買啊？係啊，買咗啦！買咗，哎呀，呢個你買咗啊？係啊，幾靚啊！即係呢嚿都唔止啦，係嘛？哇！呢個龜殼有2條㗎，嗰個龜殼好似你個龜女㗎嚇。真的看食品還是比較。對，呢個都好，都幾好。呢個係雙嘅皮燒啊。呢個我攞埋啦，OK。哎呀，呢個你一早要攞啦，嗰時候你未特價咪唔攞咯，你特價咪攞咯，係啊。半價。這個也很靚啊。對呀，這個也不錯。這個也是半價啊，全部都是半價啊。半價。 40幾話，一冰話，真係抵到奶，抵到奶啊！你買會後悔，半價，真的不買後悔哦，真的，外面買不到的。我不是便宜就不是真的啊，是真的啊！龜媽賣的東西全部是緬甸運來的 A 貨嚟嘅嚇。烏龜手牌，哇！呢個15蚊就好抵喎。2條，有2條。我看一下我要哪一條。你加你攞嗰條啦，呢個都呢個99蚊嘅半價都好抵啊，係啊，都好抵。 2條你攞啦，2條你攞啦。好啦，一條。呢個我都有興趣。係啊。呢個一人揀幾個幾錢啊嚇？45。咁 OK， 好啦，攞埋45多嘅。呢個攞埋啦，哎呀，因為佢今日我叫佢支持我買張飛，佢又買咗，互相支持。這個不是馬來豬啊，這個是緬甸的豬啊，不是。
這一個這個也不錯啊，皇家綠的，抵啦，40啊，好大，抵到爛咯。嗱呢個又係好大啊，呢個啊好冰啊，呢個都好好，又哎呀，每個都哇，好冰冰焦焦的好有生命力喎，這個種不錯，這個真的種好靚啊，種帶綠的，哎呀你我不死你了嗰你，時我自己有 feel 就攞㗎啦，你睇然後這一個幾好啊呢個。最後一個，係最後一個哦，咁呢個都攞啦，19蚊都可以攞得過嘅，仲有2粒珍珠仔啊！OK，好，就這麼多，好就咁多啦，OK，好，OK。唉，今日你又執到好多靚我又執嘢，咗靚嘢啦，因為我有 feel 我咪攞咯，反正大家拎嚟，實體真的很漂亮，嗯。有 feel 就攞啦。